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8月22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第10篇，耶利米书第7章第1节到15节，希伯来书第3章第7节到第4章1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进入安息。到底什么人会通得到安息？就亲像耶稣甲这个法利赛人所讲的，破病的人才需要医生。那安尼就是咧讲，心内无平安的人就需要平安，还是安息。传统上伫一般的教会内底，认为只有死去的人，才会使用安息主怀这个字。其实安尼想法是完全的错误，听起来好像亲像基督教的上帝是死人的上帝尔定。耶稣基督论到伫国外的时阵，就安尼讲。耶稣回答因：恁毋对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恁无明白圣经，也毋知上帝的权能。因对4年国外的时，是要甲天顶的天使同一样，也无娶也无嫁。关于这个死人国外的代志，恁无有读过摩西册顶悬记载迄篇刺皮得烧的故事吗？上帝对摩西讲：“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，是以撒的上帝，是雅各的上帝。”意思是讲，上帝是活人的上帝，毋是死人的上帝。恁完全错误。另外，耶稣基督嘛安尼讲：“来啊，所有劳苦背重担的人，通到我遮来，我要互恁得到安息。”这是伫马太福音第11章第8节所讲的。既然劳苦背重担的人，拢会通到耶稣基督内底得到安息。另外，遐已经离开上帝的人嘛会使。耶利米先知提到家己的呼召甲工作的时阵，伊安尼讲：“上主找我到圣殿的门口，爱我踮伫遐犹太人宣布家己的话，所以我就到圣殿的门口，进入圣殿敬拜上主的人，传达上帝万军的统帅以色列上帝的信息，讲恁着起城归正，我就互恁伫即个所在徛起。毋通阁相信遐个骗人的话，讲阮真安全。这是上主的圣殿，这是上主的圣殿，这是上主的圣殿。恁着爱起城归正，用公平来相对待，毋通阁占外侨，也是出外人、孤儿寡妇的便宜。停止伫即个土地顶悬杀害无辜，毋通阁再拜别的神明，自取灭亡。如果恁改过，我就互恁继续留伫咧遮，就是较早我赐互恁祖先做永久产业的土地。悔改的人就会通进入伫上帝应允之地。就会通搁一摆来得到安息。若是无愿意回转向上帝的时阵，就好像亲像咱分享过迄个约拿的故事，伊就必须爱去面对大风涌的阻止，人对伊的责骂甲无欢喜，亲像浪子故事中间的细汉囝。
伊钱开了后，却拄着饥荒，不但无钱通去开，连食诶物件也摕袂着，就免讲安息啊！就连上基本生活诶需求，都拢无法度得到满足。耶利米先知也再次对以色列人提出警告，讲：恁犯这济济诶罪过，我一再来劝勉恁，恁总是无要听；我叫恁，恁总是无应答。因为安尼，我早前怎样即个对待示罗，也要怎样来对待恁所信赖迄个属伫我诶圣殿，以及我赐互恁甲恁诶祖先诶所在，亲像我早前对付示罗一样。我要对我目睭前将恁赶走，亲像我进前赶走恁诶亲族以色列人共款。我上主安尼宣布啊！希伯来书提到着上帝子民诶安息，基督徒要怎样来得到安息呢？希伯来书诶作者亲像先知共款，警告以色列人。伊讲，如果若还阁活地诶时阵去得罪上帝诶样式，就得袂着上帝所赏赐诶安息。所以，亲像圣神所讲诶，今仔日如果恁听见上帝诶声，就毋通去固执，着爱毋通亲像过去背叛上帝，伫旷野试探伊一样。上帝讲：考验我，虽然伫40年中间，恁诶祖先捌看见我诶作为，因还阁是伫迄个所在来试探我、考验我。因为安尼，我迄个时代诶人发受气，我讲因拢无忠心，佮违背我诶命令。我伫受气中来咒詛，因永远袂得到我所赏赐诶安息。希伯来书提醒我兄弟姊妹啊，恁着谨慎，免伫恁中间有人心思败坏，毋肯相信，背离上帝，永生上帝。但是为着避免恁中间有人为着罪来受迷惑，心内公义，恁着爱趁着所有今仔日诶时阵，逐工互相来劝勉。如果咱会通坚持当初诶信念，对头到尾拢无改变，咱就是基督诶同工。所以，着爱彼此鼓励、提醒、安慰，并且学习倚靠上帝，安尼才会通享受上帝所应允诶安息。如果无愿意安尼做诶时阵，就无法度进入上帝所赏赐诶安息。无论咱信主偌久，如果无愿意努力来亲近上帝，甲人建立好诶关系，希伯来书又搁提醒咱，伊讲，因为凡若进入上帝应允诶安息诶人，就是歇伊家己诶工作，亲像上帝歇伊诶工作一样。所以，咱应该努力进入迄个安息，安尼，无论什么人，拢袂抵到亲像迄个违背命令诶人绊倒来失败。事实上，要进入上帝安息是无简单诶一项事。咱若是学习全然放手交托互主，这诶人就必然会得到安息。
诗篇第10篇。上主啊，你哪会徛远远？患难的时，你哪会秘地毋插阮？歹人骄傲疯狂，甲困苦的人入条条，着互因陷落家己所设的计谋。歹人看口因心内的欲望，贪心的人亵渎上主，藐视伊。歹人骄傲，心中无上帝，讲上帝袂追究。歹人的所做事事顺利，上帝审判因无看在眼内。所有的对着因拢藐视。歹人的心内讲，阮一定袂失败，世世代代袂拄着灾难。歹人满嘴咒诅、奸诈、恐吓，因的嘴恶毒、虚假，因伫庄内埋伏伫长等，目睭直直地三想无意外的人，因秘伫隐密的所在，要杀害无辜的人。因埋伏伫隐密的所在，亲像使秘伫迄内，咧等要掠散赤的人，用网甲因网地拖去。因屈地长等，无意外的人陷落因的爪牙。因心内讲，上帝袂记得，伊伊的面永远袂看见。上主啊，求你徛起来！上帝啊，举起你的手，毋通袂记得散赤人。歹人是安怎藐视上帝？心内讲伊袂追究。上主，你有看见恶毒、嫉妒，你拢有在监察。你要用你的手报应，无意外的人将本身交代你。你一直有在帮赞孤儿，愿你拍断歹人的手骨，愿你彻底追究因的歹。上主做王，对永远到永远，列邦拢对伊一地消灭。上主啊，散赤人的心愿，你会听。你要壮因的胆，按耳孔听因的祈求。你要替孤儿甲受压迫的人伸冤，互世间人无搁恐吓因。犹如放长远，放落自我，放落家己认为会通成就的工作，互阮学习专研来交托的功课。学习倚靠上帝，将重担卸互主，会通得到真正的安息。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